神，并且呢关注人性的健康成长，人生心理健康之情感，要学会懂得爱，包括爱父母、爱家人、爱身边的一切事物。第三呢，我觉得它向我们展示了古人为学进阶、人生成长之道，告诫我们生命根基之所在。你看看，我们一起细想一下，《弟子规》教我们首先要懂得孝悌，懂得谨信，懂得仁爱，然后呢，学会与人交往。以上这些我们有所修养，或者说去懂得以后，然后你有什么余力才学文。所以就是说，其实包括现在可能这一部分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需要去慢慢去走的一条比较好的路线。第四一个，它呢为我们规定了伦理生活的基本范畴，为构建和谐、和睦、和乐的人际环境提供了依据。第五个就是为我们构建了人生的习惯和规矩所以才被誉为人生第一步，天下第一规。那么今天呢，我们重新倡导这篇经典童谣，也是力图呢借古人的智慧，为当代儿童的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养分，培养一个礼仪道德之风，营造人的心的纯净，社会安定的温馨世界。那么像在物质文化的今天，其实古老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过时，因为智慧和真理是永恒的。那么下面呢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里面一些比较容易混淆和那个读错的一些字音，大家可以把书本也拿出来一起来温故一下。冬则温，夏则庆，这个是我们第一章《入则孝》里面所提到的。那么这个庆字就是我们平时说清凉的清，少了一点水这是2点水。这个有时候像我们如果是在小学里面教授的时候容易跟那个清字混淆，一般还是会稍微讲一下。这个庆就是凉爽的意思，冬则温，夏则庆，这句话还是很好理解的，是不是冬天我们要为父母带去温暖夏天呢要使它清凉。言语忍，忿自泯，这个泯就是要消灭丧失的意思这是第2章出则悌里面的一句话。晨必冠，皆漱口。冠也就是我们平时早晨应该要洗脸洗手洗漱的意思。大家一起就是看这个上面一起看起来没关系便尿回，那么这个尿呢，它是一个多音字也读溺，溺爱的溺，同时呢它也同那个尿，就是我们经常要告诉小朋友什么，便后要洗手，折尽手，也就是立即就要去便尿回，折尽手，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治污秽也是讲我们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衣服不要乱扔乱堆，这样呢容易导致衣服的脏乱，治污秽。好，那么这边呢是一些比较难懂的字词，还有一些语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句话要比较用现在的话，可能就是读上去比较不知道是大概说的什么意思勿见欲，勿博矣，勿积聚，勿摇臂。其实呢它表达的就是4个动作，4个平时我们看上去不怎么雅观应该注意的动作。勿见欲，欲指的是那个门框，因为古时候那个门的前面都是有一个台阶的我们不应该去踩它。包括现在我们去一些
包括故宫啊，包括古老的建筑啊，还有那个佛堂里面那个门，不是都有一个门槛吗？那很多人其实喜欢踩上去，其实这应该是一个不礼貌的做法。那下次我们知道以后呢，就应该是跨过去不要去踩门槛。勿见欲，勿跛倚。跛倚就是跛，我们都知道是吧？就是歪的。跛倚也是站不正的意思，倾斜的意思。也就是有点靠着呀，然后可能就是有时候说怎么站没站上，就是指这个一个情况，一个姿势。勿积聚，积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以前他们古人是用那个簸箕，那个簸箕是一个长口嘛，它只是用这个簸箕来形容人的坐姿，不应该是两腿坐着的时候不应该是这样张开的，因为这样对别人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一种动作。我们应该把双脚并拢，所以勿积聚。那么勿摇臂，这个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用3个字形容就是吧？二郎腿，对，勿摇臂，也就是不要摇晃我们的这个大腿是二郎腿，不要量二郎腿，这样呢，在这个生人面前也是不太好看的，不太礼貌的。也就是这句话勿见欲，勿跛倚，勿积聚，勿摇臂。现在大家都应该记住这4个动作了哈，以后在生活当中能避免就避免。勿佞巧，也是我们后面章节里面提到过的。这个佞字呢，也就是巧言谄媚的意思。有些人喜欢阿谀奉承那么这样呢，我们也是应该去避免的。我们应该做一个真诚正直的人。《弟子规》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见人善，即思齐；纵去源，以见机”。那么这个机，因为它是用的这个足字旁的机，所以呢，可能跟它的字面意思会有一些差别。这句话呢，主要是讲看到别人行善，就要想到自己也应该努力去做，也就是见贤思齐的意思。那么后面纵去源，以见机，也是告诉我们，即便我跟这个人有一定的差距，也应该，就是说，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的去赶上他，所以机在这个地方是上升的意思，让自己有所提高，在后面的章节还有一句话叫做“己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轻訾”。那么这个“訾”长得有点像誓言的誓，